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新北市新店一个15岁高中生，伫厝内晚距离上课，准备要会考，想袂到昨暝为10楼悬栽落。伊的爸爸讲，后生一透早发烧，快筛是阴性，可能是食感冒药甲退烧药搁去阳台吹风，意识无清楚，人睡神，才为10楼栽落死亡。医师来提醒，大部分的感冒药食咧拢会起爱困。一定要注意。少年倒伫涂骹边的救护人员无放过任何机会对伊做 CPR。昨暗时，新北市新店这个高级社区传出坠楼意外，一位15岁少年红患倒伫大楼的天井。这名15岁的少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不过他的父亲表示，儿子早上才出现发烧症状，有可能就是因为吃了感冒药和退烧药才会昏倒坠楼。根据了解，少年读台北市一间高中，9年级对这礼拜开始进行晚距离教学，伫厝内准备会考。少年食药食煞，规个人无啥物精神，走去阳台，敢若想要吹风，结果对10楼跋落涂骹，送病不治。为着保险，要是替少年做快筛和 PCR， 拢是阴性。有些社区会有加隔栅，但是我们后阳台的话，大概就只到肩膀。规个案件嘛，附近的居民真犹豫，警方封锁现场采证，发现厝外无铁窗才造成囡仔对10楼跋落过身。家属想袂到，囡仔伫厝内上课食感冒药会发生意外，像是流鼻水的抗组织胺，甚至是说像有某一些止咳的成分，都有可能会造成昏昏欲睡的情况。不管是开车骑车甚至是在从事家中爬高、攀高的活动的时候，都要特别的小心。伫疫情期间，袂少民众伫厝内拢会准备伤避药物，毋过其实拢有可能造成人会有爱困的反应。药师提醒民众食药食煞，拢要特别注意安全，莫有憾事搁发生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